好啦，黃旗居，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，見到中間有呢隻轉色彩虹嘅，響內欄位置回鄉精神啦，中外檔呢第3位到啦，紫色衫就係呢個甜蜜至上啊，再中檔位置有真如寶啦，外檔望空咗太極至尊啊，再出邊呢就係呢個財源來啊，後一搭嘅馬呢，先見到開心好多金滿貫，只有贏就深藍衫紅帽噶，咁啊再後啲尾3嘅位置呢，就係呢個閃耀小子啊，尾爾歡欣星啊，拖咗落尾呢，就係嗰隻幸運多多嚟噶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出嚟呢，有太極至尊啊，外邊都焗走噶啦。第2位呢，有呢個回鄉精神都跟得相當前噶，再跟住後邊第3外檔呢，就埋唔到嚟，財源來啊，中間嘅位置仲有呢個轉色彩虹，再後邊呢，咁啊仲有呢個甜蜜至上上咁啲啦，內欄真如寶後邊有開心好多啊，一路數內線有呢個只有贏閃耀小子同埋金滿貫啊，外檔上咁啲呢，黑衫嗰隻幸運多多包尾歡欣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太極至尊喺入邊佔先啊，回鄉精神3幾步已經拍咗上嚟追緊噶啦，中檔嘅位置打衝鋒有轉色彩虹啊，外邊啊甜蜜至上，大外檔呢，就係呢個開心好多，鬥到嚟最後100米到啦，前面回鄉精神佔先啊，但係轉色彩虹先過呢個太極至尊，直追呢隻回鄉精神啊，埋邊太極至尊一路挨緊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相當接近啊，有回鄉精神同埋呢隻轉色彩虹啊，埋邊太極至尊啦，中間甜蜜至上外檔嘅開心好多都好接近嘅第3名啊，咁啊第1名都已經近啦，埋邊就回鄉精神，出邊呢仲會拍住一齊影相個轉色彩虹啊。壓線邊個到先啊？又係叮當咁嘅喎，好似啊！不過埋邊條頸夠長，呢度壓落去，回鄉精神啊！然後先至係轉色彩虹，啱追唔到，哇！不過第3又係好近，第3睇嚟都係甜蜜至上係嘛？個勢上嚟好啲啊！冇啦，太極至尊早段慢一慢，跟住走3碟。慢一慢就走其中犀利，因為呢條短途嚟嘛，幾快咧？前啊，可以擺喺前面。但係太極至尊起步慢一慢，嗰度攞命慢起步慢一慢，佢又唔係留後喎，佢就走喎。太極至尊基本上係跑咗佢所有你覺得最不幸嗰個情況，佢全部跑晒出嚟。起步慢一慢，跟住又懟翻去前面啦。而家飛到出去4、5碟，仲3碟咁，然後你重磅又繼續肥喎。都好快啊！呢度一路俾佢走，第2段就唔知22秒62係咯。你130磅好難，133磅添啊，係咯，點回氣啊？但回鄉精神就係醒嘅，因為佢可以咁快跟到喺呢啲位，即係已經係實喺度噶啦，跟到呢個位，跟到呢啲位就真係實喺度，開心好多啊！點咧就係佢又唔。而家係中碟咯，掟出去出面上咯，佢又唔係完全冇反應，都有追。你嗰幾步追上嚟攞到第5咯。係。即係又唔係好差，有啲衝勢咁。準備，黃旗居準備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大外檔威威加馬噶，數翻中間仲有普通之威啦，中檔仲有神勇馬車噶，內欄陸進區好快喎，淺藍衫嗰隻嘅中間呢，灰馬仔粉紅眼罩，仲有呢個前程萬里，出邊呢，就係呢個大東海黃眼罩噶，數翻入邊嘅馬匹啦，先見到神紅金剛光芒四射啊，尾3重量級尾2超勁精神，暫時殿後呢，就係嗰隻回鄉精神嚟噶，開始轉呢個呢，就係1200米彎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就係威威加馬，但係外邊灰馬呢隻前程萬里將佢呢，就慢慢拍上嚟噶啦。再大外檔呢，仲有黃眼罩呢，就係呢個大東海，中間第4位就係呢個神勇馬車啊，內欄第5有普通之威啊，再後一搭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光芒四射喺中間啦，出邊灰馬神紅金剛啦，尾4內欄呢，就係呢個陸進區，尾3綠色衫呢，就係柏寶嗰隻啦，就係呢隻重量級啊，尾2超勁精神啊，白衫白帽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呢，就係回鄉精神嚟噶，跑到對面直路嘅中段過咗呢個800米段處，前面呢，就係呢個前程萬里帶啦，大東海第2位，威威加馬呢，就蹬咗落嚟第3咯，出邊神勇馬車啦，咁啊再後邊內欄呢，仲見到紅衫嗰隻就普通之威，中間光芒四射啊，出邊上咁多少有神紅金剛啊，再後邊嘅馬匹有重量級啦，陸進區啦，尾2超勁精神，暫時殿後見到呢，就係呢隻回鄉精神都開始要喐手噶啦，好啦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邊呢，仲係呢個前程萬里就佔先啲啦，見到中間上嚟嘅馬有大東海呢，就黃眼罩啊，內欄有威威加馬，中間咪普通之威啊，中檔追緊仲有光芒四射啊，喺出邊上緊嚟呢，仲有超勁精神同埋大外檔嘅回鄉精神啊，鬥到嚟最後100零米，前面神勇馬車佔先啲啊，外邊上緊嚟有回鄉精神啊，再中間就係呢個超勁精神，接近終點第1名呢，好接近啊，有呢隻神勇馬車同埋回鄉精神啊，第3名呢，就係超勁精神同埋呢隻普通之威都需要影相啊。
咁啊，結果呢隻神勇馬車出咗嚟先，但係外邊上緊嚟追佢就係呢個回鄉精神，接近終點嗰步兩隻馬好接近啊，要影相啊！第3名啊，肯定超勁精神啊！睇下衝線，追到喎，好似真係冇打邊喎，真係冇打邊喎，喎，唯有寫個服字咯，咁真係冇打邊，都贏啊，係啊！神勇馬車又跑翻好啲喎呢場。第3名係超勁精神，係普通之威係第4。起步重量級又唔係好快喎，係起步唔係好快啊，拱幾步咁都係已經係即係前後程慢，邊。你起步捉住我就唔係好明，只係因為實係搶啦。係咯，佢係人哋出咗嚟，佢先至再上嚟。係啊，佢最但係呢啲馬應該早擺前啲，佢唔係佢轉咗彎先上啦。即係變咗威威加馬就埋咗欄先，然後呢一度灰馬淺情萬里先喺3碟嗰度俾佢上嚟，但係蝕咗啲啦，呢度咁樣跑。再開邊係大東海啦。跟住神勇馬車就跟喺第4位啦，已經埋邊係普通之威。開邊係神雄金剛，中間夾住光芒四射。超勁精神都唔算脱節啦，因為左隻後啊佢就回鄉精神。係啊，陸津區入到直路又係唔係好多位啊？有啲失望嘅，隻馬上2場係。起步啊，見到佢啊，起步今次都幾好反應啦。但係即係跑跑下佢，即係去到而家尾4位置騎落去隻馬唔係好遠轉位嘅。上2場都係啦，如果你係咯上已經好咗，咁你要點都應該入圍咧。上2場係有啲失望嘅隻馬。呢度係前程萬里帶咗出嚟啦，佢隻威威加馬都褪咗落去啦。大東海係第2位，神勇馬車呢個時候已經上到嚟啦，第3位。哇，同回鄉精神同佢都相距幾遠下嘅喎，暫時都係嘛？好後啊，回鄉精神轉彎喺尾。右手揸邊嘅刀嘢，齋立姜同埋齋推啫。唔使諗咁多啦，齋推。咁又真係得佢反應最好，係佢追咗上嚟啫喎。係咯，啱啱終點前壓過。一開閘嘅時候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中檔位置有呢隻化工之星㗎，埋邊係太奇妙啦。咁啊見到大外檔閃耀小子，中間呢仲有威進寶啊、喜樂洋洋嗰啲馬，響外邊位置呢，仲有呢隻回鄉精神㗎。後一浸嘅馬啦，先見到內欄高明威威啦，中間黃衫香港發啦，出邊係財神駕到啊。殿後3隻馬啦，內欄數出去神勇馬車，粉紅衫淺藍帽嗰隻呢，就雙月灣啊，包咗落尾留翻住嚟跑喎，神州8號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200米段處嘅時候啦，回鄉精神喺中檔係佔先㗎，外邊閃耀小子啊拍埋嚟㗎啦。內欄第3位有太奇妙，中間第4化工之星啊，出邊第5位呢，仲有呢隻威進寶啊。咁啊再後邊嘅馬匹呢，先見到有內欄高明威威啦。咁啊大約喺呢個第7位中檔黃衫就喜樂洋洋啊，喺外邊財神駕到，後邊嗰4隻馬神勇馬車香港發啊，尾二位置呢，就係神州8號啊，包咗落尾呢，就係嗰隻雙月灣嚟㗎。跑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回鄉精神呢，咁啊喺前面放頭啊，咁啊擠嚟咗1個身位㗎，跟住第2位閃耀小子啊，內欄第3呢，仲有呢隻太奇妙㗎，外邊望空咪望空咯，藍衫嗰隻就威進寶啊，都係咁走㗎啦，中間有化工之星啊，內欄高明威威，出邊財神駕到啊，要俾咯喎，黃衫嗰隻就喜樂洋洋嚟㗎，內欄位置呢，仲有神勇馬車，出邊神州8號上咁啲啦，尾二香港發包尾雙月灣。入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呢隻就係回鄉精神啊，中間上嚟嘅馬有呢隻太奇妙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財神駕到打衝鋒啦，內欄嗰邊呢仲有高明威威嗰啲馬鬥到嚟最後100零米，回鄉精神一比落去呢，已經擠嚟咗2個身位，都好有機會啊，轉倉又贏啦，伍碧權啦，跑第2名嘅馬都相當接近啊，太奇妙同埋高明威威啊，第4就係嗰隻香港發。結果回鄉精神啊，冇乜馬喺隔離啊、側邊啊咁樣，諗住佢喺外檔追，結果佢擺前面走。哇！真係伍碧權馬房又有一場頭馬啦，回鄉精神、太奇妙第2，高明威威第3啊，香港發第4。哦，犀利喎！呢個回鄉精神啊，擺頭走啊！試咗個閘啊嘛，拍得住紅衣叻喎，講笑咩係嘛？得喎，贏馬啦，即係轉馬房啊！其實上手就做咗大半功夫，咁佢行運醫生再加少少，加腳搞掂臨門加腳咁啊，搞掂。太奇妙啊！好似都仲頂住嗰隻高明威威㗎。
跟得幾前喎，用蔡明紹啊！低佢先，睇下冇咩問題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慢咗少少呢，就起寶龍威同埋正紅旗嘅前面快嘅馬啦，見到中檔有永勝多埋邊回鄉精神，再入邊自成一格啊！內欄甜情蜜意啊，外邊嘅馬匹有呢隻龍船快，大外檔呢就前程萬里嚟噶灰馬。後一陣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呢個叫關快啦、飛躍之旅啦，咁啊再後多少仲有新力多，尾三位置起寶龍威啊，咁啊再後邊呢恩典之心啊，暫時大墮後嘅一隻馬呢，就係嗰隻正紅旗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1200米段住啦，前面回鄉精神呢，好順利貼咗埋嚟放頭噶啦，外邊前程萬里走上去放啦，跟住中檔位置仲有永勝多啊，內欄第4位呢，就係甜情蜜意，第5位自成一格啊，再後邊嘅馬匹啦，內欄飛躍之旅啦，出邊黃衫呢，咁啊大約喺呢個第6、7位度啦，仲有龍船快啦，再後邊嘅馬匹就係叫關快啦，尾4呢就新力多啊，尾3呢就恩典之心，咁啊尾2呢就係嗰隻起寶龍威啊，咁啊暫時包尾嘅馬匹呢，就係嗰隻正紅旗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前程萬里貼咗嚟放啦，貼欄啊，跟住第二位就係回鄉精神噶啦，再後邊嘅第3啦，內欄有呢個甜情蜜意啦，出邊呢就永勝多，中間自成一格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匹啦，內欄啊飛躍之旅啦，龍船快就喺外邊位置啊，再中檔上緊嚟仲有叫關快嗰啲馬，後啲先有起寶龍威噶。好啦，入正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前程萬里佔先啦，回鄉精神出嚟二疊噶啦，內欄嗰邊有甜情蜜意啊，中檔打衝鋒嘅馬呢，仲有自成一格啊，再後邊嘅馬匹就永勝多叫關快嗰啲馬，鬥到嚟最後200啦，回鄉精神一騎落去就已經彈甩咗啦，自成一格喺呢個第2位啊，叫關快同埋起寶龍區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啦，回鄉精唔精神啊？梗係精神啦，又贏啦，第2名嘅馬呢，就係自成一格啊，第3名就係起寶龍威啊，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有永勝多啦，叫關快啦，甜情蜜意啦，幾隻馬接近啊，咁啊結果呢隻回鄉精神轉馬房追住嚟又贏，自成一格第2，起寶龍威第3啊！真係犀利啊！呢一隻嘅回鄉精神啦，轉咗馬房之後第2次贏啦。有時轉下馬房就對啲馬公道啲咯，你唔轉馬房有時唔知隻馬有幾多咯。而家知啦，好多啊，而家都未知啊，唔知上到邊嘅噃。自成一格排咗係第2啦。起寶龍國際騎師錦標賽第一關賽事準備好啦！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外邊位置野外桃園，中間呢就係海南花嚟啊！再數入邊呢，仲有呢隻奪目商人啦，咁啊中間呢，粉紅眼罩、粉紅衫，仲有回鄉精神嘅。響外邊呢，就係財神駕到啊！咁啊啱啱第一次過終點，講翻前面嗰啲穩陣啊！回鄉精神帶頭啦，咁啊外邊野外桃園啊，守住個第3位先，紅眼罩呢，仲有呢隻海南花嚟，第4位財神駕到，第5內欄奪目商人啊！外邊第6呢，仲有呢隻幸運才子啊！第7位內欄寶城之星，再數後邊旋風魅力過關勇將啊！包咗落尾嗰3隻馬呢，就係精彩生輝、海倫之寶，暫時殿後呢，就係嗰隻勁進才子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回鄉精神可以放到出嚟，仲拖住嚟放添喎，擠嚟咗一個身位嘅野外桃園緊隨第2，內欄第3呢，紅眼罩就係呢隻海南花嚟啊！再數後邊嘅馬，仲有第4位呢，就係財神駕到啦，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奪目商人啦，響外邊位置就係幸運才子啊！再數後邊寶城之星、旋風魅力啊，尾5到啦，尾4到啦，咁啊有嘅見到內欄位置過關勇將拍住外邊精彩生輝啊，包咗落尾一隊海倫之寶同埋黑衫黑帽呢，就嗰隻勁進才子嚟噶，轉彎中間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回鄉精神，接嚟一個身位橙眼就要俾啦，見到呢隻野外桃園啊，外邊幸運才子，內欄第4位呢，仲有海南花嚟，中間財神駕到外邊上嚟啦，有旋風魅力，最出位置呢，仲有精彩生輝大外檔啊，勁進才子啊，最後200啦，見到呢隻呢，首先走咗出嚟就係呢隻回鄉精神，越放就越嚟啦，咁啊有個人身位優勢，中間海倫之寶，外邊過關勇將，埋邊奪目商人，過終點第1名回鄉精神贏啊，第2名要影相啊，有過關勇將啦，奪目商人啦，同埋衝得好勁嘅海倫之寶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俾呢隻呢，就回鄉精神麥維海啊，全程控制晒，喺前面放翻嚟贏，第2名過關勇將海倫之寶奪目商人近啊！好啦，咁啊過終點嘅時候呢，呢隻回鄉精神啊，率先帶到第2名過關勇將，第3海倫之寶，第4奪目商人。其實海倫之寶就算跑第3啊，莫雅都真係跑到靚到不得了啊！呢隻馬渾身解數散起隻馬嘅。不過前面且戰且走呢隻回鄉精神，精彩啊！